台北市东园国小的棒球队代表咱台湾参加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，今仔日以7-0拍赢美国队，摕到头名。这是让29年了后，咱台湾各一届摕到威廉波特的总冠军。稍微投进来，一个飞球，有机会喽！接到，比赛结束，世界冠军，台湾小兵摕到上尾一个出局数，来自台北市东园国小少棒队伫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摕到总冠军，全队冲入机场来庆祝。这场比赛咱对美国内华达州，台湾囡仔要拼本世纪第一个冠军，第二局下半局辛苦补上，甲对方15攻占得分点，对方投手这球搁投偏去。 要赶快，要看看这边要来抢盘来的这粒补上球投偏去，互中华队先走在提分，摕到领先了。台湾选手又搁互对方压力，第三局下半局又搁有攻势，安打上垒了，搁盗垒成功，怎么要用第一大建设来抢分？这边要来投点，点得不错，下球来处理，传向一垒是爆传。这球第大小点一个变做内野安打，又搁造成美国队的胜误。和本来伫二垒的跑者利用这边的胜误，走在本垒摕到第2分。威廉波特少棒赛自1947年开始办，台湾是1969年第一遍参加比赛，第2次金龙少棒队就摕到冠军。伫迄阵带动台湾棒球的热潮，南北摕过17遍冠军。上名这边是1996年高雄市复兴国小少棒队，不过1997年台湾因为组队的问题退出世界少棒联盟，一直到2003年才搁加入威廉波特。不过迄边甲单只敢若摕过2遍亚军，先发投手林定德前5局压制美国，第5局下半局家己也提分。这球出棒来到3垒分的侧部，对，这是一个界内赢赛，可能至少2分，至少2分了，至少2分了。 这球一直过到红ram墙的壁边，垒包顶的3个人拢走在提分。林正德家己是徛起哩3垒，这是一支清垒的3分打点3垒安打。中华队搁扩大领先到5-0，而且尾美国搁发生失误，搁送咱2分。第5局拍煞，台湾已经7-0领先。第6局顶半局上尾半局，换终结者陈启成起头，虽然被攻进2支安打，不过也是甲胜利收条。比赛结束，台湾的东园国小7-0赢，而让29年了。 搁再摕到冠军。公司新闻张伟林、吴其昌编写。